老大，小林啊，什么事儿？有件事儿我想问您一下，您上次说的那个电视购物真的比写稿要赚钱吗？电视购物主持人呢，是靠提成赚钱的，这得看你嘴皮子怎么样。老大，我想试试。冰姐，施总在重庆开了一个办事处。我知道啊。王然，你今天来，不是来征求我的意见，也不是来告诉我你要辞职，你是想来得到我的谅解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冰姐。王然，我把你当妹妹，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助理，而是因为你这个人，施总赏识你，说明我的眼光不错。你能有更好的路，我为你高兴。谢谢你，冰姐。王然，你很能干。不过我还是想跟你分享几句我的体会。我的前半生跟你一样，一直都在拼命的工作，但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，我也丢掉了身边最重要的人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在不停地追求物质，但当这些都得到以后，却发现爱情再也遇不到了。我明白了，冰姐。来，喝茶。谢谢。灯光好了，声音好了，摄影好了。翔哥好，韩哥好。现场准备好没有？啊，好了。来，狂欢购物节录制第一次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来自于红宝石家的保暖衣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款衣服的材质，它，卡，你自己写的词自己说不好吗？觉不觉得丢人啊，林依晨？干嘛主动当主持人啊？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导演，我再来一遍。来，现场准备，狂欢购物节录制，第2次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依晨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来自于红宝石家的保暖内衣。大家可以看到这款内衣其实有很多的颜色，非常的老少皆宜。做金融，你怎么可以不用杠杆呢？可是这个风险还是太高了，我觉得还是算了吧。你有本钱，有施总这种大佬给你加持。施总是什么人呢？那是股市的定海神针啊！你还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10%的涨幅，如果你投1000万，一天就是100万。用杠杆的话，你自己只需要准备300多万，我们的平台马上就可以给你到账啊！你现在这种情况，不用杠杆实在是太可惜啦。你想想，这几次都是我给你的建议吧？你哪次赔过？不仅没赔，还越赚越多。我能爱你吗？在哪儿？有事儿找你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马上到了，就在前面。说吧。那我就不卖关子了。公司的事儿，谢谢你，这是给你的礼物，拿着。
喜欢吗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李文凯，那个我没空陪你玩，我很忙的。咱俩是朋友，我就直接说了。你这样做，我挺不习惯的。这东西还给你，谢谢。哎，王然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其实就是想拉近点咱俩的距离。哦，我现在对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已经有那么一点改观了。我就知道，吴芷云的事儿在你心里没个几年消不了。我觉得吴芷云那件事你没有错，在石刻崖敬你那杯酒也是真心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但那是以朋友的角度。但是你用这招对我，大可不必了。我其实意思很简单，我想开担保公司，想让你当我顾问，薪资你随便开。你要是真的想要开担保公司，想请我当顾问，我会认真的考虑，但是是在适宜的场合，而不是在这儿。然后我先撤了，那个你不用送我了，谢谢。哎。1000就1000，谢谢，谢谢啊！忙着，走了。慢走啊，兄弟，慢走啊，慢走啊！记得加油啊，油不够啊！再见。才1000呢，成本就300，你要让我记得4个字：薄利多销。才100啊！啊！老子修摩托车的时候，一个打游戏，一个打拳，帮过老子了。哎，你干啥去 ？shopping。商品。100就100，苍蝇再小也是肉。就知道打游戏。哼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喜欢吗？我不是很喜欢，我觉得这个黄色我穿着也不是很好看。也没多少钱吧？哎，你别说这个衣服，你要喜欢这些，我都给你搞回去。我真的不是很喜欢，我觉得我穿这个不是很合适，我去换了啊。不是不，哎，姑娘确定不要吗？这上身效果真的特别好。先生，就袁姑娘一个心愿嘛，今年打8折，1800打折下来优惠好多呢。我真不喜欢。8折，864，800。啊，逛街累死我了，我去洗漱啦。去吧。你啷个不接电话啊？说好的房租费交1年的，你才交1个月。吹啥子嘛？我还能欠你个房租吗？2天后给你。你说的连交，我这便宜租给你，啷个还等2天嘛？哎呦，老四，2天而已嘛。好嘛，2天，2天一定拿。哎，老四，你放心，一定给你。但有一条，不管啷个，一定不能跟我老婆说，啊？好嘛。谢谢。你今天怎么想着请我到这儿来吃饭了？看来股票行情很不错呀。第一呢是想要感谢冰姐，我辞职的时候你没有怪我。第二是想送你一个小礼物。哟，还有惊喜啊！
我看看啊，哇，喜欢吗，冰姐？这么漂亮，喜欢。你这么大手笔，我当然喜欢了。不过这炒股呢，要千万记住，杠杆不能碰。哎，这么年纪轻轻的就赚了这么多钱，应该有时间多享受享受自己的生活了。干杯！你干啥？手头紧。华哥，要水的。等会儿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站那儿。不是怎么的呀，兄弟？啊？上次那件事我给足你面子了，都吵到这儿来了，肯定是有要紧的事儿。来，坐一坐。哥，怎么称呼？叫我华哥就可以啊。兄弟啊，借多少？1万，3个月。我这有利息。我知道。2万。第一次不要利息，交个朋友。华哥想要什么？我要你，兄弟啊，够义气，够朋友，考虑考虑过来跟我，啊，3个月还你。你还在纠结什么？等你纠结完，别人都把钱赚光了。我还是觉得风险太高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的行情这么好，1比3啊，成本高，赚的也快。哎呀，王小姐，跨越阶层的机会可不多，富贵与平庸一念之间呐。同样是涨停，你不加杠杆，一天赚10万；你加了杠杆，一天赚30万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喂，妈，三亚那个房子我们能不能卖啊？我都问过了，那房子将来能涨到300-400万，现在不能卖。那算了吧，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哎呀，等会儿。你一共需要350万，是不是？嗯。我这儿给你拿300万，没问题，等着吧。不是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这就不用你管了，我有我的办法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说清楚啊，那个我出钱，那部分收益得全部归我。行，我知道了。
你干嘛呀？我都说了，我不喜欢他。你的星座还不晓得吗？明明就很喜欢，还说谎。你哪来的钱呀？欠我钱的兄弟伙多了，都不用我去追，就主动把钱还我来了。真的呀？真的？你讨过啥时候骗过你？哎呀，当时没给你买，是我想给你个惊喜嘛。你讨过一个做大哥的，怎么可能一条裙子都买不起呢？啊？去搞一下嘛。我去啦。进入到2015年之后呢，我们看到股市行情开始步入了持续上涨的通道。那么1月5号的 A 股第一个交易日延续了去年火爆的行情，沪指大涨超100点，这也是创下了5年多来的新高。4月10号的时候呢，沪指站稳了4000点，再创7年来的新高，短短的4个星期之内吸引了400多万新股民开户股市。而进入到5月呢 ，A 股一直都是在震荡走高，到了5月27号，受到中国 A 股将被纳入富时罗素指数等利好消息的影响，沪市创出了4958点新高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家里真的需要一款特别强效的清洁剂，我真的非常推荐您购买。而且我们今天有限时活动，买4送2，买4送2，销量不错，可以清洁到您看得见的地方，更能清洁到您看不见的地方。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吧。这是今天的业绩报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依然还是你们的林奕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，咔！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今天咱们的销量突破了50万，林奕成，很好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，太好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怎么了？好久不回来，回来就像霜打的茄子似的。我今天卖出去50万套产品，下个月呢会有12万的奖金。这是好事儿啊！我就想啊，这12万的奖金，再加上我几万块钱的积蓄，可以付一个房子的首付了。可是房价涨了，多了10几万，又付不起了。付不起就付不起呗，过日子又不是非得买房子，对吧？姐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这样想。你说的是王然吧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俩到底到哪步了？我俩，我俩就没开始过。你没跟他表白过呀？你都没表白过，你自己在这儿自哀自叹的。哎呦，傻弟弟，一个女人，不管她在你面前表现成什么样，只要她真心喜欢你，你也真心的追求她，我相信她不会拒绝的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你要是这样唯唯诺诺的，不敢迈出这一步，将来啊，后悔的是你自己。我当年不就是吗？年龄小不懂，错过了，自己后悔一辈子。别怂啊，要为自己努力一次。同行一人失去的已不在，如今无依无靠的现在，多少如痴如醉的夜晚，重新把你忘记。
当月亮高挂在天上，人生才不会迷惘。也许时间会磨平所有伤。王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因为这里有一生挚爱。这里没有一生挚爱，每个人的一生挚爱都在自己身边。王然，我喜欢你，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喜欢你。我知道有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去面对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的。我们的未来不会不好，为了你，我愿意付出自己的全部。我送你啊。那你快点吧，不然你就追不上我啦。喂，妈。股市开盘又跌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你看要不要退出来啊？妈，你能不能有点心理素质呀？股市跌盘这是很正常的。妈，我还在睡觉呢，我就先挂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倒是说呀！我都说了，你一直问一直问，就是股市完蛋了。我现在不想说。对不起啊，然然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就是想知道你的股票到底怎么了。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然后呢？知道了我才能想办法帮你啊。林一成，你别管了。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呢？不是你又不了解情况，我的钱全在股市，这钱是我妈拿3亚的房子进行多重抵押，股仓要是爆了，钱没了，我妈还得进去坐牢。要想解决问题，马上就要300万，你有吗？对不起啊，一成，我刚刚只是太着急了，情绪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然然，你先别担心，这件事情一定有解决办法。我给你打电话不接，你微信也不回，那我就只能来找你了。说吧，什么事？
我开了担保公司，顾问的事你再考虑考虑呗。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没兴趣。那兼职总可以吧？我真的很忙。所以我这不是上门来咨询你吗？我这段时间真的没空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你说我怎么来了？你还不退出去，我的债怎么还呢？你先回去吧。嗯，好。你身上没有抵押，没有担保，这种情况的话，最多只能贷30-40万。啊，那利息呢？我们放款很快的，利息的话肯定就低不了，对吧？啊，明白，我贷。哎，好，你把身份证给我复印一下吧。啊，好。稍等我一下。谢谢。怎么办呢？啊？妈，我再想办法。那你倒是快点想啊！这钱可不能亏了啊！亏了我怎么办呢？妈，这是股灾，不是我个人能解决就能解决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卖了呢？你早点退出来，那钱不就拿回来了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跌停的时候是不能卖的，就像菜市场的菜，得有人买的时候才能卖，你不懂吗？我不懂，你懂呀？你懂怎么还亏了呢？妈，你给我点时间好吗？我一定能解决的。不是我不给你时间，哎呀，我一想起来，我觉都睡不着。那么多钱还不上怎么办呀？哎，你听没听说过股票亏了跳楼的？啊，你想让我跳楼呀？再说了，这是你说的，买这个股票能赚钱，不然我不会信的呀。我闲着没事，我买什么股票呀？你不能连你亲妈都坑啊！亲妈？杨美惠，你还知道你是我亲妈呀？从我出生的时候，你就嫌我是一个拖油瓶，嫌我找你要钱，现在出了事，你倒来怪我了。难道我出生下来我就有错吗？妈，亲妈？那我把海南的房子3重抵押，违法给你贷款，我有错吗？妈，你的钱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。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？就算是陌生人高利贷，也不会像你现在这样逼我，对不对？时间，没有时间了。你再拖，你就等着去监狱里看你妈去。妈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想办法解决。